大家好吼，今仔日是2023年8月26，第102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真欢喜，今仔日有邀请到达日100天文图的负责人蔡安丽教授，伊要来分享伊伫大学用台语教天文的感想。咱嘛有邀请到即马伫UC Davis 咧做研究。爱讲台语的气象人吼，就是研究大气动力，敢是我毋知影敢是安尼讲。王兴博士吼，伊要来主持。我即马就甲时间交互王博士。大家好，我研究大气动力的阿兴啊，叫我阿兴啊就好啊啦吼。今仔日咱主讲是即个蔡安利教授，伊即摆算伫台湾师范大学做助理教授，嘛有教台语课啊。等下伊会用讲伊伫大学用台语教天文学是虾米款的状况。咱甲时间先交互蔡安利教授。大家好，我是蔡安丽。我是直接开始放我的导演片。无，咱就安尼开始。就要安尼开始，还是要先？阮还是你有嗯，你有想要先无要讲讲？啥物？要先讲啥物？要先讲啥物？我想讲先看导演片了后，咱才来开始讨论。咱再来开讲。好，我先开始放好。安尼应该看有嘛？有哦。好，我就若放导演片，若开讲，安尼会使吼。好啊，啊无咱安尼。可能等下，若是我导演片，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随时甲我切断。就看有想要问什么问题，恁就直接问就会使。因为我嘛是应该讲，这嘛是应该讲要开始教这门课进前，其实嘛是有足，当然就是有足侪准备啦。毋过开始教嘛足侪物件，应该是讲，因为进前拢毋知啦，所以拢嘛是咧摸咧试嘛吼，看嘛毋知讲倒一款模式学生较有法度接受嘛。而且嘛爱我家己有法度教才会使嘛吼。好，我就是讲，我等下就是要甲大家讲，譬如讲，我会开始做，应该讲开始伫大学教这门课进前，有做过啥物款的工课，就是应该讲，这个工课是帮助我会使伫大学教册一寡最重要的，就是我有做过一寡代志啦吼，所以头前可能会先做一寡介绍安尼。好，大家好，我叫蔡安丽嘛吼。我目前正式的工课啦是伫中山大学物理系，即个月才拄啊过去。毋过我伫台师大因有开一门课嘛吼，所以伫遐有兼任一个助理教授的位啦吼。另外就是我即马嘛算就是即个 NASA 即个科普的网站吼。逐工100天文图，即个我等下嘛会介绍啦吼。有一寡人可能已经知影，可能有一寡人毋知影，所以我等下就是拢会讲。好，所以基本上，因为其实我是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毕业的啦。进前大部分时间都是中央大学天文所嘛，嘛有住过波兰站啊安尼。目前就是即个月开始拄啊开始伫中山大学物理系做新的工课安尼。毋过师范大学即边的课，这是为旧年开始开啦，所以今年也会继续。过来就是即个 NASA 即个网站，我等下会讲。旧年有摕到一个奖是
教育部的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嘛。啊，今年是有摕到即个台湾教师协会台湾精神奖，即个是今仔日是颁奖典礼啦吼，所以我今仔日是无闲到，我差不多1点钟前才拄啊转来厝诶，好，所以应该讲是安怎会开始用台语教天文，其实毋是一个原因啦吼，应该讲其实是足侪项代志斗做伙的结果嘛吼。啊，当然若是要真正去问讲上开始，即个想法是为倒位开始的，其实应该就是我迄阵应该是还搁咧读册的时阵，拄甲阮天文界内底有一个香港的教授嘛吼，伊是清华大学天文所的，其实阮拢叫伊 Albert Kong 啦吼，所以其实虽然讲伊有一个汉名吼，啊，不过其实阮拢无安尼甲叫啦吼。所以即个 Albert 即位教授，伊就讲，迄阵咧开讲嘛吼，伊就讲，伊过来咧，因感觉讲伊伫香港，毋是伊家己啦，是讲即个香港咧做教育的时阵，其实上课的老师拢是用广东话咧教册嘛吼。啊，毋是，伊就感觉讲是安那咱台湾拢是用普通话咧教。啊，我迄阵伊安尼甲我问，我就嘛是感觉讲，我其实以前毋捌想过即个问题嘛吼。我无想过讲教育即件代志会使毋免用，咱讲迄阵讲国语嘛吼，会使毋免用国语教所以这是头一摆我开始想讲，原来教育会使毋免用华语嘛吼，会使其实应该咱应该会使用台语教，是讲客人可能会使用客话教嘛吼，所以是头一个即款的想法。啊，毋过迄个时阵基本上我是无即个才调啦吼，因为遮个专有名词，也是讲要安怎用台语来描述一个现象，其实即件代志无人甲我教过嘛吼，无人甲我讲即个词安怎讲，而且嘛无人就是讲应该讲咱即个受教育即个过程，其实咱毋捌无人甲咱训练讲，咱爱用台语安怎去解说一个科学的现象嘛吼，因为我毋是读文学的啦吼，所以文学部分可能大家较了解啊，即个部分我都毋知。啊，毋过科学部分基本上就是无人甲阮训练嘛，所以其实阮嘛毋知影，所以无法度讲话嘛，无法度甲遮个事讲出来，所以基本上要教册基本上迄个时阵是无可能嘛吼。啊，差不多一直到因为应该是讲我进前有去澳洲住过一阵嘛吼，啊，迄个时阵因为我住的是波兰嘛，啊，波兰伊都一般咱伫澳洲较知影，可能拢是譬如讲法国嘛吼，还是讲西班牙，还是讲德国吼，遮个较大的国家嘛吼，英国嘛吼，啊，这因的语言拢是足强势嘛，所以一般咱接触即个澳洲一寡观念，拢是为遮较强势的语言来看嘛吼。啊，毋过其实因为我住的所在是波兰，啊，波兰伊是一个伊都毋是主流的国家嘛吼，所以伫遐的时阵，其实咱会使看到应该讲毋是主流的观点，吼，所以迄个时阵我感觉，譬如讲阮头家吼，阮请我即个教授吼，伊都会晓3-4款语言嘛吼，譬如讲因家己的波兰语，过来就是伊嘛会晓西班牙语吼，英语当然无问题嘛吼，啊，德语安尼，所以对因来讲，就是其实会晓几啊款语言，这是足殊常的代志，而且就是因为有当时可能说，譬如讲因是有合作，还是讲一般人可能是做生理吼，所以对因来讲，即个有几啊款语言，这是足正常的代志。啊，毋过其实咱若回头来看，咱台湾就会感觉讲，应该之前大家若是有看过迄个公司，毋是有一出戏叫斯卡罗嘛？现在斯卡罗都，你看迄个时阵的台湾，应该是原住民语，也是讲台语、讲客话的人，其实大家拢是人咧讲嘛吼，一个人会晓讲几啊款语言嘛吼，所以我迄阵看迄出戏的时阵，我嘛感觉讲啊，对吼，若是照正常来讲，正常发展然后台湾应该爱像安尼，就是讲每一个人伊
凊彩就会使讲3-4款语言嘛吼，就甲伫澳洲的即个情形共款嘛吼。啊，毋过咱是安怎讲？咱即马无法度嘛吼，当然这是一寡政治的原因嘛吼，这就大家拢知影，就免阁讲。吼啊，所以迄阵就想讲，就是这是一个原因啦，就讲看到讲别个国家，其实对因来讲，这是几啊款语言咧讲，这是足正常的代志嘛吼，这是第一点。啊，过来就是波兰这个国家，因为因进前其实去互这个国家消失差不多100外冬，因去互3个国家甲分去嘛吼，有去互奥地利吼，啊，搁有德国，搁有罗西亚嘛吼，这3个国家甲因分做3边。啊，毋过这个国家消失100冬，毋过因的语言无消失，这嘛是一个我迄阵感觉讲，人国家虽然无去，不过因无甲因的语言放袂去。啊，是安那咱即马咱差不多台语已经死甲差不多啊，安尼吼，所以这嘛是一个迄阵感觉讲，有想讲要为台语做一寡代志的一个想法啦吼。啊，所以落尾转来台湾了，就是迄个时阵，其实我有发现讲，大家敢若应该讲有足侪愈来愈侪人有讲想要救台语嘛吼。啊，我嘛是有咧烦恼嘛吼，因为其实拄则讲的遮，啊，过来佫拄着一项代志，就是我就有一工伫即个捷运面顶咧甲阮老母开，就是讲电话嘛吼。啊，电话讲咧，我讲了，因为基本上甲厝诶拢是咧讲台语嘛吼。啊，讲煞了后，结果对面这个囡仔，伊就毋知，应该讲，伊就问因老母讲，妈妈她在说什么语言？哦，就是基本上是毋知影我讲的是台语啦吼，因为不然我想讲，即摆囡仔可能袂晓讲吼，这要有法度理解嘛吼。啊，毋过伊连我咧讲的是台语，即件代志拢毋知吼，所以这个真正就是。迄阵就感觉讲，敢有遮凄惨啦吼，所以就开始真正想讲，看有法度做啥物工课嘛吼。啊，所以我就阁想到清华大学即个教授伊讲过，就是伊讲，伫香港的老师教册拢是用广东话咧教，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想要试看觅看有法度用台语教天文嘛吼。啊，毋过就是遮个名词要安怎讲，这都是一个困难的代志，所以。我想要问一个，就是拄则讲到，清华大学的这个教授甲你讲即句话是用足久以前是你个读册的时阵，也毋过你后来伫落尾你讲到伫捷运顶面听到囡仔，毋知影你咧讲的是台语。这是当时的代志，还佫有。这应该无偌久，这个应该是应该2019年，还是2020年？变做是。应该无偌久进前的代志，3-4年前的代志。3-4年前的代志。所以佫讲到去波兰，这又佫是当时的代志。波兰差不多2018年迄阵，所以18、19迄阵，所以敢会当讲是要用台语教天文的即个想法，已经立足足久啊。讲为足久以前开始有即个想法，最近互你感觉有刺激到的遮个代志愈来愈侪吼，到成为波兰讲起，又过来到捷运顶面的即个经验，听起来敢若会当讲是有足侪无共的事件有互你刺激，而且即款事件最近是愈来愈侪，敢会当安尼讲？对，因为有当时你要决定要做一项代志，毋是讲一个。就是有当时毋是讲干那一个原因嘛吼，因为基本上应该安尼讲，就是讲咱台湾大部分人讲要做台语工课的人，拢是文学这方面的人较侪嘛。啊，因为迄阵我嘛是有咧关心，啊，毋过我就想讲，搁另外一项代志就是我有啥伫网络有看到人咧讲，
台语是一个无法度讲科学的语言，我有看过有人安尼讲，对啦，我嘛有所以看过。我就袂爽，嘿，我对，就讲好安尼，若是因为人就讲伊无法度讲困难的代志，袂使做教学语言啊。讲一大堆理由嘛吼，就是要讲即个语言是较低落嘛吼，啊所以其我就实是伊袂爽嘛。的语言能力较低落嘛，对无？嘿啊，对啊，我就感觉讲，安尼若是讲你讲袂使遮个代志，我拢有法度证明互你看讲，我拢做会到，安尼就毋是语言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无问题。嘿，所以我就讲好安尼，这嘛是一个原因，就讲好安尼无我就，我若是有法度甲用台语教题目，安尼应该会使解决，会使叫一寡人点点。对对对。所以就想要开始做，啊，毋过开始做就是无安尼简单嘛吼。啊，所以啊，毋过是安怎，我会使应该讲是安怎天文做会起来，应该是讲毋是安尼讲，应该讲是安怎我感觉讲我会使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即个天文的教育伫离前进前，其实官方的语言是日本话嘛，啊，以后当然就是北京话，所以这之间基本上这之间是用天文的术语乱讲，没有 space time， 然后无时间无空间，互台语发展这个新事啊。而且因为这个现代天文教育，应该讲因为这个语言伊较甲人无关系，因为我进前就是王幸博士进前顶边迄场我有听嘛吼，就是你有咧介绍讲一寡天顶的云啊吼啊。就是一寡现象，应该台语安怎讲吼？我迄阵我就听我感觉啊，这实在是足困难，因为恁咧做的代志，这个是因为甲生活中较有关系，所以讲这个以前祖先因留落来一寡名词吼，可能爱想办法甲捡转来。啊，毋过因为天文就无即个问题，因为天文甲人无关系，所以。所有的物件要用台语讲，拢是新的。啊，既然拢是新的，嘿。这我想要补充一个啦。其实现代大气科学是一个足新的学科学问，伊的发展会当讲凭中华民国搁较少年啦。大气科学这门学问是凭中华民国搁较少年，会当讲是无到100档，所以会当讲是咱台语现代化，会当讲是100外档前有一届，就是足重要的现代化的过程。迄当阵有足侪，比如讲医学册、生理学啊、解剖学啊，个甲咱人身体真侪相关的即个概念，迄当阵就有台语册有法度写出来。因为医学咱会当凭尤其是医学啦、生理学，还佫有解剖学这方面，迄当阵算是发展了介好。也毋过大气科学是对袂牢，因为大气科学迄当阵根本就也无即个物件啦，也无即项物件。啊，天文学，天文学，我较毋知影，天文学即门学问到底偌久啊？无偌久啊，嘛无偌久就是啦因为进前伫厝世界大战进前，台湾这边有研究，基本上嘛是对日本政府啊，迄阵做研究，差不多是研究太阳黑子一寡观察，啊，就是迄阵以前是圆山啊天文台台长，蔡庄宪嘛，蔡庄宪台长伊有迄阵就是甲日本人，应该是讲日本时代就开始做。啊，我有看过一寡记录，就是迄阵伊就是甲伫台湾，有咧观测即个太阳黑子的一寡
资料有记录起来。迄阵做的研究就是敢若安尼尔。了解。啊到我想要为咱观众朋友补充一下，太阳湖主是敢会当请这个川理教授给甲咱解释一下什么？太阳湖主，小可一句话就好啦，敢会当安尼？太阳湖主就是日头面顶即个乌乌的，还是我要开，我会使开迄个，等我一下。这个是。就是即这摆拄啊好日头顶礼拜讲的。日头歹势啦，咱即摆毋知是安怎听袂着你的听袂着声。你蔡教授，放放的你要影 share 的时阵吼，你爱用你 computer 的 audio， 你爱开迄个用你 computer 的 audio， 遐爱拍 check mark， 才会当听到你的声。是。share 的时阵，你即摆停止共用，搁共用的时阵，你爱拍迄个用你 computer 的 audio， 迄个爱拍。Share computer audio。share computer。也若无，咱就迄张图放出来。即摆是无声是毋？对，就是看会到影片的画面，也毋过无声，毋过。好，无要紧，我用即摆看会清，就是看会到啦，就是太阳。无声，无要紧，我用讲的，我用讲的较紧。你用讲的较紧对。你因为即张，譬如讲即张图，你面顶看到这一点一点乌点，这拢是太阳湖主。啊，毋过一般吼，因为你看即个，其实即张是一张合成图啦，就是伊其实是甲差不多几礼拜的即个太阳湖主诶，太阳的相片甲拍做一张，所以你看敢若面顶足多。啊，这一点一点就是一个太阳湖主。啊，这个太阳湖主大细，其实就算是较细粒的，伊拢比咱地球搁较大粒。啊，这个湖主的部分，其实伊就是太阳磁场较强的部分。啊，这个磁场较强，表示讲伊遐有一寡活动较强。啊，这个太阳湖主若是较多的时阵，伊其实是会对咱地球造成一寡影响，就是因为活动较强嘛，伊的磁力啦吼，磁力都较强，磁场较强嘛吼，磁场比较强。啊，所以讲伊其实表面会喷出一寡物件，啊，这喷出来物件，伊其实是会影响到咱地球的大气层。啊，所以应该讲这是顶礼拜，这拄好咧讲即个太阳湖主的部分。啊，即礼拜就是这是今仔日拄出来，即篇就是拄咧讲，就是相关的，就讲即个太阳湖主较做的时阵，就是太阳活动较强的时阵。啊，太阳活动较强，我拄讲伊会喷一寡物件出来，甲咱地球表面的这大气层产生一寡交互作用。啊，这个作用就会造成咱看到极光。就是你看这天顶这个青色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是拄好这2礼拜咧讲的这个就是太阳湖主甲光有关系，所以我拄讲这个太阳湖主啊，就是但我搁切断了，好，所以就是讲以前伫这个圆山天文台的时阵，有做的研究就是看这个太阳湖主安尼尔，啊，其他的就因为应该讲迄个时阵的天文研究的，全世界的天文研究可能嘛是敢若安尼尔啦，对啦，对，啊到二战了后，因为应该讲天文这边的研究啦吼，就是基本上遮的老师拢是留学美国的，所以转来这批人拢是留学美国，啊，而且遮的人大部分拢是国民党，嘿，所以
无可能甲台语有关系啦吼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无可能有啥物物件是甲台语，应该讲天文这块是甲台语基本上是无关系，因为嘛甲即个应该讲即个研究的研究，因为讲这是嘛是一个足新的科学嘛吼啊，遮个老师嘛是应该讲阮平常可能科学部分就是。平常时其实阮有当下一寡名词，阮嘛根本连华语嘛无翻，拢是直接用英语咧讲，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甲台语无关系啊，所以嘛袂有人有去想着讲即个物件，是毋是会使用台语讲嘛吼，所以这是应该讲之前无人做啊，所以我要做到较无困难，应该是安尼嘿。因为若是讲头前有人已经，譬如讲有一寡物件是甲人有关系，有一寡学问是甲人有关系，安尼咱可能头一项代志爱做的是爱去收集遮个用词。啊，这其实我知影这是一个足大的工程嘿。啊，不过因为天文是无物件，所以无物件就是家己想，所以就才做会起来，应该是安尼啦。就是有一寡原因啦吼，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学问甲人无关系嘛吼。啊，所以我就是讲，即个爱创新词。啊，毋过因为无新词嘛，我迄阵嘛是有咧想讲，本来我开始的时阵，其实我是去坐伫即个教天文的老师的课内底，我就坐伫下面，我就开始想讲，好，伊讲的即个物件，我敢有法度翻做台语。啊，毋过其实我感觉无法度，因为伊讲伤紧啊，我爱想，所以我对袂调。所以我就发现讲，即个方式袂使。安尼落尾我就开始想讲看有其他的方式会使互我就是创新词。啊，落尾我就想着讲因为其实阮天文内底有一个即个 NASA 即个网站足有名，就天文界大家拢知影，就是逐工拢有一篇的即个天文的图。啊，我想讲逐工一篇尔，所以我就应该一短短啊嘛吼，我想讲安尼我应该袂毋免开伤侪时间，就会使豆豆想讲遮个新词。啊，因为逐工拢有，所以逐工有物件出来，我就解决逐工的问题就好啊。本来是安尼想，结果就伤困难，就是即件代志其实足困难的啦吼。啊，等下再来讲偌困难。好，啊，过来，这个就是拄则讲着讲，其实我嘛有看着即张图啦，就是这个是讲台语的人的比例吼，到即马愈来愈差不多10岁囡仔基本上会晓讲的。就毋知剩偌济啦吼，所以迄阵嘛是有看到即张图，所以这嘛是一个原因啦。讲感觉讲即马无紧做一寡代志，可能以后就真正即个语言死伫我面头前。吼，啊，过来就是即张嘛是就是即张嘛是我迄阵看到讲有咧讲即个台语到底是偌危险。吼因为这是政府讲的啦吼，政府是讲台语是。大部分父母辈以上的有咧用，吼。啊，毋过我家己认为应该是无遮尔乐观，应该是搁较惨，因为阮即辈应该差不多足侪人已经拢有囡仔嘛，吼。毋过即辈人偌侪人还有法度甲囡仔讲台语，其实我是感觉无啦，吼，都是可能是剩阮老爸老母迄辈，即摆拢做。阿公阿嬷的即辈人也有咧讲嘛吼，所以就是遮足侪原因啦吼，所以我对来讲就是即个逐工一包天文图就是生做安尼嘛吼，伊就下面差不多200字啦吼，啊我就想讲我安尼一工干那做一点点仔代志，应该就袂伤困难嘛吼。结果第一篇我翻第一篇我就开一工，就是安尼200字，我第一篇开始翻我就。开一工的时间，因为第一个就是遮新的词，我到底要安怎讲，这我就想足久。啊，过来讲，即句话我到底要安怎用台语甲描述，互一般人了解，因为袂使讲伤困难嘛，因为伤困难，你华语讲伤困难，大家嘛听无嘛吼，啊，所以你台语袂使讲比华语搁较困难，所以其实是比爱讲搁较简单来解说一项物件嘛，所以其实足困难。我开始差不多一篇拢爱开一工的时间，即马是免啦吼，啊，毋过迄阵就是有当时就想足久。
啊，即个网站就是我拄仔讲，即个其实全世界伊超有20几个国家咧做翻译嘛吼。其实嘛有，若是看即个西班牙，其实伊嘛有两个版本，就是伊有，即个嘛吼，即个伊有 Spanish 嘛有加达兰。我迄阵就是看到这个，我就想讲，有 Spanish 嘛有加达兰，安尼台湾当然嘛会使除了。因为咱已经有一个中文的版本，这是成功大学物理系教授咧做翻译30档啊。我就想讲啊，迄个西班牙都会使有两个版本，台湾当然嘛会使嘛，所以我就迄阵就应该讲，我就写批互 NASA 甲讲，会使互我做即个翻译无吼。啊，落尾因就是就互我做嘛吼，所以即马咱就是应该讲我即个网站都是一个官方的 NASA 官方的台语版。即个逐工100天文图啊，为2020年底开始做啦吼，做到即马，所以2档半，就是即个网站就是生做安尼，大家若是有兴趣会使去看，啊，毋过一般人袂来看，因为爱家己点足麻烦的，所以我其实是有创面册啦吼，啊，过来就是阮因为即个写台语字的部分其实是大家看无嘛，所以阮就是有录音安尼。这等下搁小可讲啊，就面册的部分就是安尼，就是逐工会甲翻的内容啊，甲即个 podcast 就是即个录音的部分会放伫面顶，啊，就差不多就是像安尼一工一篇嘛所以我大家来小可听一下，我希望即马听有，若是听无，甲我讲，有声无？之后有啊。天文图探索宇宙。逐工会见100无共款的影像，也是相片，带你熟悉咱即个迷人的宇宙，阁有专业天文学者为你解说。M1 魔系星云，魔系星云的编号是 M1， 伊毋是卫星，是18世纪 Charles Messier 星表头一个天体。实际上，咱即马已经知影魔系星云其实是一个超新星残骸，是大质量星体死亡爆炸了后的陨石啊。天文学家伫1054年的时阵，就有发现伊啊。这是用地面望远镜翕的影像，是甲看边甲下边资料斗做一张遮尔清楚的彩色相片。下面资料是追踪硫磺离子、水素离子、酸素原子的发射线，是要探索长大星云内底高甜做伙的分析。对现代天文学家来讲，其中上特别的天体是魔系星云脉动星，就是相片中上光迄粒。这是一粒1秒钟细30摆的中子星。这粒星星核心放大的残骸，就甲宇宙发电机同款。伊是魔系星云的动力来源，互伊伫电磁波频谱产生发射线。魔系星云差不多是12光年宽，伊伫金牛座内底，离咱敢若6500光年远尔。所以基本上就是安尼啊。迄阵做这做了，就新闻就来采访嘛。NASA 美国航太总署逐工拢会播一张天文相片和小解文字。去年底中央大学天文所博士后研究员蔡安迪，伊就写批互 NASA 讲家己愿意用台文小解一寡天文图，就是希望讲用母语小解天文宇宙的奥秘。Touchdown confirmed. Perseverance safely on the surface of Mars, ready to begin seeking the sands of past life. 今年2月中，美国航太总署成功把这粒火水毅力号的火星探测器送去到火星，佮翕到正珍贵的影像。这个相片唔但伫咧 NASA 达到100天文图的网站展示，即马台湾嘛得到 NASA 的批准，有全台文的翻译。我差不多是12月底的时阵写批互因，因差不多正式互我的网站，放伫因的 language list 内底是1月19日。
讲螺旋是啥物件，我就开始找螺旋。光雷，伊甲我讲光雷，所以我就讲好，安尼 Spiral Galaxy 我甲换做光雷啊星系。花姐讲的螺旋星系、光雷啊星系、螺旋手臂、光雷啊手骨、老鹰星云、马丘星魂，也有蓝调对星、那是龙星。蔡安利博士爱天文嘛爱武器，对2020年底开始还天文图到大，已经还超过60篇。大家都咧想讲，安怎甲天文的专有名词还甲袂有精彩，佮挖尽伊的原文。伊伫做这代志是非常谨慎，非常专业，大家当普遍去了解讲，这其实就安尼。另外一方面，带咱的青少年会当去开始去关注台语的重要性，去学习台语。用台语来学天文，也是讲用天文来学台语，其实拢会使学到新的物件。我感觉讲甲这两项物件夹起来做拄啊好，我两个愿望我拢会使达成安尼，所以我是感觉即马做甲真欢喜安尼。大家一百天文图。蔡安利老师嘛邀请朋友用台语小解天文图，加录伫咧 Podcast 内底。NASA 大日100天文图的网站，即马已经翻做20多种的语言，也拿台语嘛包括在内。蔡安利讲，未来会继续靠这的思维，帮武器和天气结合，永远留存。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屯园报道。所以应该是讲，就是做这翻，大家拢咧做这翻译，捡一寡新的史了后，师大地球科学系一个李华玲教授，其实应该是算是我的知音啦吼。伊就问我讲，你要来甲大家讲这个天文的台语要安怎讲？我就讲好啊，无咱来创一个就是几礼拜的课，就是看有兴趣的人会使来听咧。最开始阮是创3礼拜啦，就一礼拜差不多2点钟的课，就是甲大家讲一寡天文学的名词啊，安怎讲。毋过我是有教大家罗马字，简单讲一下安尼吼。讲3礼拜讲，发现讲讲无够，物件足多，所以阮就搁加1礼拜，所以拢总共4礼拜。这4礼拜讲了，这个李华玲教授伊就讲，我感觉还阁有足多物件会使讲，所以你要规气咱来开一门课，伫大学内底开课吼，所以落尾才会变做即马正式就是开一门课伫即个地球科学系。伊其实要开即门课，正前阮阁经过足多代志，比如讲开始的时阵，本来阮是找迄个通识中心吼，阮讲。通识中心一般来讲就是2学分的课嘛吼，所以开始本来阮是想讲要开伫遐，因为安尼可能来上课的学生会较侪。毋过落尾是无，阮申请无过啦吼，通识中心无互阮开啦吼，所以李华玲教授就讲好，安尼无咱开伫家己的地科系，做即个选修课，互大家来修。若是开伫地科系，阮就变做3学分。所以落尾，阮即门课就变做一个3学分的课安尼。等下再甲大家介绍讲即个课内底拢咧创啥吼。所以这是迄阵。我想要倒转去讲遮迄个魔系星魂啊。好，请来。是，咱是。我应摆看到的资料是讲，即个1054年的时阵，迄当阵是发现伊，也是伊即粒星爆炸的迄个光，经过6500当总算来到地球啊，就伫1054年的时阵看到伊爆炸的光。对，咱是1054年先看到。因为咱爱看到，咱才知影伊伫遐嘛。对，毋过1054年进前，伊爆炸的光根本嘛也未到咱遮，到地球，对，未到咱遮，所以伊其实发生即件代志是搁较早进前，毋过伊光还未到咱遮，咱看袂到，咱就毋知影伊发生爆炸。因为其实因为大家拢台语的专家，所以遮应该名词我毋免解说。毋免，即摆是讲哇，迄当阵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对，就是这是一个超新星爆炸。所以咱看到其实是即个这就是遐爆炸了，因为伊会甲边仔的一寡云，
伊爆炸的一寡能量足悬的嘛吼，所以伊会激发边仔的一寡元素，所以伊就会发光，伊变做激发态、激发态。吼，所以遮个光会发出一寡光，啊，咱伫遮看会到。所以咱看到的时阵是头一摆看到，应该就是已经是差不多105年迄个时阵都看到。啊，若是讲发生即件代志，搁较早进前。哦，对。因为对咱人来讲，咱看到才会知影伊伫遐。啊，我讲一个代志，就譬如讲，咱的日头，咱看到即个日光，吼，其实是差不多是8分钟进前发生的即个光。对，伊嘛毋是讲1秒钟进前嘛吼，其实嘛是有经过一段时间。啊，毋过因为其实即个无差偌济，所以就咱较无感觉。啊，毋过天文若是其他应该讲天顶一寡物件，其实大部分拢是足远的所在来的物件。啊，因来到咱遮，爱互咱看到，中是爱经过足长的时间。所以咱看到伊其实，咱看到的物件，其实真有可能伊已经无伫遐。对啦。对。就是这是天文学甲咱日常生活较无共的所在吼。咱日常生活讲光笑落会睡觉，啊，毋过伫天文内底，就连日头遮尔近诶，然后伫天文来讲，日头算近啦吼，日头准讲是日头遐尔近诶物件，伊光嘛毋是随笑随到，伊是爱笑爱经过8分钟才会到。啊，即个星云讲6500光年哦，讲是讲，这就是算足近的。这个算足近的啦。对，算近。我即摆6500光年，这拢算足近的，因为实际上我凊彩讲一个物件，拢爱几啊百万光年，这拢应该是讲，因为这个应该安尼讲啦吼，讲光年，因为天文内底即个咧讲距离吼，即光年是一款距离嘛吼，讲光年算是近的物件，阮也会用光年即个单位。啊，若是较远的，阮就袂用即个单位啊，要用另外一个单位。哦。嘿，所以若是看到光年，迄拢算近的，对阮来讲，迄拢足近的，嘿。哦，这真正是甲咱日常生活完全无共吼，讲即个连光走遮尔紧的物件，得爱经过6500冬才会来到地球。啊，毋过这对天文来讲也算近的。对，这拢足近的。而且我讲另外一个概念，即摆我讲的这是长度嘛吼。啊，我若讲时间，就是8万年，这算短。8万年算短啦。对，8万年算短。天文的尺度是安尼咧看，所以阮就较袂去计较一寡代志。后来对我凊彩讲，嘿，就是阮看的这个尺度拢足大啦，啊，而且就是因为尺度足大，而且因为譬如讲有一寡应该讲地球面顶有足侪科学是爱讲到足精确，啊，毋过天文学无法度。嘿，因为这都有精确度无法度做到，嘿，这个尺度无法度，对，所以阮做人拢足凊彩，天文学家拢足凊彩，嘿，就是对一寡科学来讲，会感觉讲天文学拢足凊彩，不过迄就无法度，因为有一寡限制嘛，所以阮敢若会使就是做一寡估计。无啦，对大气科学来讲嘛是，甲你讲的差不多凊彩啦。该。这我嘛有白讲诶。嘿，好啊，这个无咱就跳过，吼，就是本来要互大家看，迄阵来上课诶人，就是其实有一寡人是，平常是有在咧接触啦，吼毋过迄阵课主要是开互，就是有学天文诶，比如讲学生啦，吼，还是讲博士啦，还是老师教授嘛，吼，所以。毋过嘛是有其他，就是听到消息人有来上课啦，吼，所以这是迄阵我有小可做一个调查，啊，有对天文，完全毋捌学过天文的，差不多有31%，迄是迄阵即个，毋是正式的课啦，吼，啊，落尾就是其实我阁有做一寡别项代志，比如讲，
即个台湾科学教育馆吼，伊阵有咧做即个线顶的电子册，啊，因想要翻做台语，啊，毋过迄阵伊有来找我啦，所以迄阵我有甲因斗翻1-2本安尼，啊，落尾因就无过来找我，我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吼，所以这个就是迄阵要甲因斗，比如讲，即个魔术钱筒啊，吼，安怎，所以迄阵有做一寡相关的，就是嘛是，就是甲即个小可有关系。过来就是即个是迄阵伫高雄的即个科学工业博物馆哦，伊嘛有找我去讲一寡天文的物件吼。这是伫我开始正式伫台师大开课进前有因找我去讲吼，所以迄阵就是讲差不多讲3场吼嘛有问讲大家对遮讲的，因为我嘛毋知，应该讲迄是头一摆讲遮尔久啦吼，所以我嘛想要知影讲大家到底对我讲的物件反应是安怎，所以我有小可做一个调查吼，因为大部分其实足侪囡仔会来听啦吼，对，讲3点钟是足忝的，毋过就是反应是算袂歹啦吼，所以即个迄阵有小可知，就是讲应该讲遮侪场了后，就较对家己较有信心啦吼，所以就是即摆咱来讲即门课吼，就是这是旧年台师大拢总有5门课，有讲就是申请啦，申请讲要用台语教。其实我知影讲，其实这是正式有提出申请，毋过实际上嘛有别门课，譬如讲就是有譬如讲大学台语吼，即款基础的台语课，伊嘛是用台语咧教，因为这都无算伫遮啦吼，因为因无特别提出即个申请，即5门课是有提出申请安尼。吼，这内底就是大家若小我看着就知影讲因为这课主要就是譬如讲文学吼，还是讲历史、语言甲文化的部分，这是应该是讲大部分咱台湾即马咧讲要救台语的主流吼，拢是放伫即方面。因为我家己我毋是即方面的专家啦吼，即个文学即部分我是文学历史、语言即个我其实毋是遐尼了解啦吼，所以这我完全无法度斗相共嘛吼。我家己有法度做的，就是讲我家己会晓讲的，家己会晓做的部分嘛，就是敢若会晓讲天文尔。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讲其他的部分是有法度理解是安怎会出现用台语教，我即门课就是一般人无法度理解是安怎会变做用台语教安尼吼。所以因为我就是直接甲即个课名就是甲台语放入去啊，所以大家应该来要修课的学生应该一看就知影讲即门课是甲台语有关系啊。这个就是我的课程的内容啦吼，就是我会考台语。等下后面再讲吼，就是考试的部分，当然我会考台语嘛吼毋过因为这是主要是天文的课嘛，所以当然天文的内容是较重要吼。我有做即个分组的讨论吼，另外就是我有一寡作业互因写吼。基本上我的教材拢是用台语写，就是差不多拢是教育部迄套啦吼。毋过嘛毋是完全照教育部啦，我有当时有家己的想法啦，所以毋过教材拢是用，就是导演片拢是台语写嘛吼，我迄阵的想法就是讲，我拢用台文写，大家学生看一学期了，应该就看较有啊嘛吼，而且因为讲话可能因较会晓听啦吼，就是哪听哪看安尼，所以我想讲这算是一个一个方式，互大家惯习安尼，互学生惯习讲去看台语文安尼。这个就是课程的部分啦，就讲差不多我前3礼拜拢是咧教台语吼。毋过我教的内容是天文学名词，所以譬如讲我同款会教即个譬如讲声母啊吼，韵母遮拢会教，毋过我内底用的即个我记的遮类拢是天文学的名词安尼，所以因咧学的时阵其实毋是主要，应该讲利用学天文学名词的即个机会，甲即个台语的罗马尼亚顺续甲学起来。我过来就是
考试的部分，我就是考听写，所以我就会伫面，就是我毋知有课无，我看觅，我敢若无课，好，无要紧，我用讲的，就是我会伫面顶听写嘛，所以我伫面顶读，我就会讲火箭。火箭嘛，吼，我讲火箭，啊，我面顶讲3摆，啊，学生都爱伫下面甲迄个罗马字写出来，吼，啊，写出来，罗马字写出来了后，因遐佫写讲即个是啥物物件，吼，啊，即个罗马字写对写毋对，即个部分我就会扣分嘛，吼，啊，毋过即个啥物意思，即个部分我就凊彩因，就讲你会使用华语写，你嘛会使，你若知影台语字安怎写嘛会使。啊，也是讲你拢毋知，你要用英语写，也是我讲你若会晓日本话，你要用日语写，我拢 OK 啦吼。所以就是重点是讲你即个罗马字你爱写会出来，啊，过来就是这是啥物意思，你爱互我知影讲你知影。吼，这就是我其中考试考听写的部分。啊，过来其实我有出即个录音的作业，啊，录音的部分是我会先紧啦吼，因为我基本上就是甲我即个网站面顶。有录过，就因为我拄仔讲，遮我翻译遮的文章，我拢会搁请人录音嘛吼。啊，即个录音的内容我会先见过啦吼，因为我主要也是希望因是学着科学的物件，所以有当时即个文章无一定讲逐篇拢甲科学有关系，有当时伊可能敢若介绍讲我即张相片是安怎翕出来吼，啊，即个甲科学较无关系，即款文章我就会甲紧调嘛吼，所以我会先紧一寡是甲天文较有关系文章，啊，再互学生讲，顶位内底你去紧一篇照咧读，因为迄拢录过啊，所以你听照咧读安尼，我知影讲你听有，你嘛讲会出来，安尼就会使。所以我有一个录音的作业，就是爱大家去练即个口说的部分。啊，所以即个是其中考甲录音的部分。啊，过来刷落来都是拢完全是天文的主题啦吼，所以你看这主题内容，比如讲我会讲太空计划，吼，啊讲即个太阳地球月球系统，吼，啊太阳系行星甲小天体，吼，行星甲行星演化，这拢是天文的内容嘛吼，啊过来会讲星团、银河系活动，吼，其他这。就是基本上拢是甲天文的主题有关系，啊，而且因为我逐礼拜我拢会，因为这是三学分的课嘛，3点钟嘛吼，所以我讲课差不多讲2点半钟嘛吼，啊，我留差不多半点钟的时间，我甲学生分组，吼，所以我会甲因分组无共组，啊，互因去，我逐礼拜拢有无共款的任务互因吼，我就讲，即礼拜我要请恁讨论什么物件，啊，恁去找即个答案出来，啊，找出来了后，你爱组织一段文章，啊，等下起来讲，吼，所以每一个学生拢爱起来讲，吼，就是讲，毋是讲你即组派一个人起来讲就会使，毋是吼，我是叫因逐个人逐礼拜拢爱起来讲，上无讲一句话，吼，啊，我家己的感觉其实就是开始的时阵，因拢惊啦，吼，啊，毋过其实讲到落尾，我感觉因拢讲就爱讲诶，讲袂煞安尼吼，所以我感觉讲就是经过这一学期的练习吼，其实大家都会较惯势讲啊，讲台语其实毋是伤困难的代志。对学生来讲，我是感觉讲对因来讲，因会愈来愈惯势嘛，感觉讲愈来愈简单。所以这个就是逐礼拜上课的一个互因一个练习。啊，到上尾考试的时阵，我考试的。因为我拄仔讲，我规学期的投影片拢是用台文咧写嘛吼，所以我练即个考卷，我嘛是用台文写，吼啊，毋过因为考卷若是即个汉字伤多，因就会使用摇的嘛吼，所以我就拄着即个 keyword， 我就甲变做罗马字，所以譬如讲，做讲虽然讲我问的是天文的问题，啊，毋过我拄着 keyword， 我就甲变做罗马字啊，所以你若罗马字头前无学好，你遮就无法度回答嘛吼。所以这就是我考试的方式。所以我这个，歹势，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啊，请讲。就是
敢捌有即款状况啦，讲嗯你讲行星，嗯，因就是讲你咧讲 planet，哦，所以我开始就甲因讲啊，我讲伫我即门课内底，星星我拢会读做行星。头一门应该是头三开始3节课是咧讲台语的时阵，我都会甲因讲，我都会甲因讲即件代志。我讲，因为这等下这规学期一直拄着即个问题嘛，所以行星跟恒星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所以我若是讲到行星，我一定会拢用行即字来解说，所以我会先甲因讲。啊，我嘛甲因讲，即个有人无同意啦，所以恁去外口可能有人会甲你反对，所以你要知影即件代志安尼。嘿，我会甲因讲，对。好，好，来，搁继续。所以我即马即个课基本上是针对即个15岁到24岁即段即个阶段的学生啦，差不多才10%尔。其实真正会使救偌济人，我嘛毋知啦吼。就是剩的这10%内底，我就是敢若会使针对这10%的学生去做一寡鼓励安尼啦吼。即马就是这个来修课的学生内底差不多有30个左右嘛吼。这内底有1/4是师大地球科学的学生，另外有3个半是台文系。3个半，迄个半的意思是伊是辅系，伊是地理系辅台文系，所以是报一个半的。另外就是1/3的是台大的学生，所以这算比例足悬的。一个台科大，这个台科大的学生因为我这门课是2年以上才会使修课啦，因为迄阵的想法就是想讲，因为地球科学系因1年的时阵爱先修这个天文的课，所以迄是因的必修课嘛吼，所以像无已经修过啦吼，即摆就是搁修一摆，毋过是无共款的方式，所以想讲应该对因来讲会较简单，毋过实际上考试考出来的分数，这个师大地科的学生的分数无较悬。我有发现就是其实外系来修课的学生搁较拍拼。所以本来是想讲对因来讲应该是较轻松啦哈，毋过实际上看起来分数嘛无讲较好安尼。即个拄也讲就是2年以上嘛吼，毋过阮有一个大科大学生来修课，即个是1年的，伊是即个应用外语系一个学生安尼。过来就是来修课的有3/4拢是理工学院的，所以就是应该是讲。可能文学本来就读文学的这学生，因就是本来对文学有兴趣的人嘛吼，所以因可能就会去台文系还是讲台史所去修一寡课就是应该讲读科学的学生本来就无一定对文学有兴趣。毋过就是因为这门课基本上是科学的课，所以阮会使就是来上课的学生大部分拢是也是理工学院的学生。毋过我是感觉讲安尼袂歹啦，因为这学生可能因根本，若是讲因对即个文学较无兴趣，因根本就无即个机会去学即个罗马字嘛吼，所以对这个学生来讲就是，这是一个应该讲是一个机会，互这个学生会使接触即个台语文吼，甲罗马字的部分。即个我拄则我有想要补充一个啦吼，对这个理工学院的学生来讲，凡说科学以外，这个语言学嘛是算，其实其实讲你语言学是会当算科学啦，语言学，所以凡说去修语言学的课，凡说嘛有下这个理工学院学生的兴趣安尼。补充一下啦，凡说遮嘛有其他的理工学院的学生伫遮咧听。就是应该是讲爱想会着讲伊伫文学这边嘛是用科学，应该是讲伊的方式啦吼，做研究的方法可能是有一寡差不多啦吼。毋过就是即个学问本身伊到底是摕着啥物，即个可能就
就是看到底，就是讲学文台本身语言学学较毋是自然科学啦，对无？对，就是这是无共款的物件啊，对啦，因为无一定。我拄仔讲是安怎，我拄仔嘛讲，即个学天文人基本上袂去想着甲台语有关系嘛，是即个原因嘛。因为即个台语基本上这就是一般，咱伫台湾的社会认为讲这是文学的物件，所以一般人都袂想讲要甲即两项物件合起来做。对啦，嘿，所以我想讲，我就想讲，我安尼做看会。对遮个理工学院的学生来讲，看因会有无共款的想法无安尼。啊，这个是迄阵有调查啊，讲学生的部分到底大家台语能力是到倒位嘛？吼，所以我问因讲，大家到底，比如讲伫厝诶，是有咧讲台语，也是讲无咧讲吼。所以这面顶这个是甲爸母讲，差不多有60%啦吼，就是有甲爸母有咧讲啦吼。啊，若兄弟姊妹啊，也是讲朋友，就剩差不多20%无够，吼，就较无遐尼多啦，吼，大部分也是华语为主啦，吼，这个是迄阵问大家学生的部分啊，问讲，恁拢用什么语言安尼？啊，这个就是问大家这个听讲读写的这个能力嘛，吼，所以其实这毋免，这应该大家。毋免做调查嘛，知影就是听较简单嘛，写上困难嘛吼，所以来差不多看着讲即个写的部分，差不多六成以上是完全袂晓写啦吼，这是本来这开始的时阵做的调查啦吼。啊，过来就是我问讲有来修课的遮的学生内底有偌济人是已经有天文的基础嘛吼，因为拄则讲即个是地球科学系。会选修课啦吼，所以应该有一个学生应该是拢有修过啦吼。啊，毋过实际上咱看即个统计，差不多是来修课的学生有50%是完全无修过，无正式修过天文学啦吼。所以应该，因为对我来讲啦吼，我毋是干那要做台语的工课，因为对我来讲，即个推广天文是最重要的工课嘛吼。应该讲。我应该讲，我要做即个台语天文学，爱对两方拢有好处，我才有法度安尼做嘛吼。因为若是干那对台语有好处，安尼天文界的人袂甲我支持，若袂甲我支持，我就无法度做。吼，所以我要做即项工课进前，我爱先就是爱先摕到天文界的人的支持，我才做会落去嘛吼。啊，无就。无可能吼，因为我都爱偷偷做，我都无可能做嘛吼。因为我个有嘛，就是这个资源都会差足多嘛吼。所以因为天文界人是拢支持嘛，因为认为讲对天文界人讲，就是讲阮会使互较侪人来学天文，所以因认为讲这个方式袂歹，所以因有支持。吼啊，这就是拄则我讲的这个可光的部分吼，所以就讲这个我。面顶读嘛吼，所以因都爱甲这罗马里写。啊，其实我咧教的时阵，我是两套拢教啦，就是白话字甲教育部这两套我拢会教。啊，我会甲因讲，恁要考试的时阵，恁爱家己拣一套，看你是要考白话字，还是你要考教育部的。啊，你袂使乱咧写，你若乱咧写，我甲你扣分吼。所以我先看你拣的是倒一套，啊，我就用迄套来做标准。啊，所以你倒边就是甲这个罗马里写出来吼，比如讲。我比如讲，阮看即个第7条吼，第7节，麻叶嘛吼，所以是安怎会麻叶？因为有一个物件叫麻叶星云，老鹰星云啦吼，所以咧学天文的过程，因为天文内底咱咧讲的一寡天顶的现象，拢是用，因为天文学家咧看天顶的物件，一定是用咱生活中拄会到的，去应该讲咧号名的时阵，一定是用咱生活中拄会到物件来号名，所以就是我想要认为讲，头前迄个新闻，我想要讲用台语用天文学台语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比如讲我讲天顶有一个叫麻叶星云，啊，就是咱都爱知影讲啊，即个老鹰的台语到底是啥物嘛吼，啊嘛又拄着即个倒拐啊星云、蝌蚪星云，所以我都爱知影蝌蚪的台语安怎讲，所以这就是一个。
用台语会使，用天文会使有台语的一个机会嘛吼，所以我考试就会考到遮物件，考倒拐啊，考跋叶，啊，你就爱甲即个罗马里写出来，啊，后面即个意思是啥物，就凊彩你用啥物语言写，我看有就会使。你要写注音，我嘛无问题啦吼。是啊，就吼，嘿，是吼，迄个老鹰敢是叫做来叶，都嘛有着。我其实我有看到有人讲来叶，来叶呢。对，有的人讲来叶，有的人讲麻叶。你腔口差啦，有人讲我麻看无叶，有人共所在啦，讲讲麻法无共。我看毋捌听着麻叶，麻叶嘛有啦，嘛来叶，拢有。我麻看叶、来叶、来叶拢有。来叶，麻有3款，我知影有3款啦。这项拢讲来叶，啊，可能是来叶。嘿，这个我迄阵有去教育部线顶书店遐有找，伊有3款拢有麻叶、来叶，3款拢有。啊，因为我嘿，所以我迄阵就是拣其中一款嘛，因为我考试就是考，我是咧考来叶啊，来叶会较古锥袂？比麻叶。这我都毋知。来叶是台南腔啦，台南人才讲来叶啦。哦，安尼吼。台南人对啦。是对无嘿？毋过古水无古水即款代志在人品的对无？是的，打岔。这就是大家无要紧，随时甲我切断，我拢无紧。我是非常感动啦，吼，感动你咧做的这工作，我非常感动。好，嘿，所以就是后面吼，我即马后面是有一个数字对无吼，所以我解说讲这个数字啥物意思吼，就是讲，比如讲麻叶安尼2字嘛吼，2字就1字2分。所以我就是看你1字内底，你若毋对一位，比如讲你这个 V 的 H， 你 H 无效，甲你扣1分。啊，你若是这个 A 个毋对吼，安尼这2分就无去啊。啊，这个叶，你若讲这个面顶迄点你无标出来，我想看我敢有扣这个，对，我有扣这个，就是这个调然后几调，这个我嘛有扣分吼，所以。这就是讲1字内底你会使毋对两位，啊，若2位拢毋对，你这个就无分吼。啊，若是拢写对，你就4分嘛吼，因为这2字嘛吼。啊边仔这个意思就算1分，所以这条你若是麻叶写对，啊后面你有写老鹰吼，安尼这条你就摕到5分。吼，啊，所以面顶有诶，你看这个第一抓这个西地卫星嘛吼，这个绕地卫星，这个就。这边若拢写对，安尼就8分，啊，意思写出来就1分，所以这条就是9分。所以这就是我考试的方式。而且上面顶这个你叫啥物名，这啥物学校，这个我上开始就我就甲因讲我会考，这已经泄题啊。啊，毋过也是有人写毋对。我甲因讲，我期末考会阁考一遍，也是有人写毋对，所以我拢先甲因讲啊，讲要安怎考啊，毋过就是袂晓也是袂晓写，写毋对也是写毋对。所以这就是其中考的时阵，我用这个天文学用会到的名词来考因，来考因罗马里，因为我认为讲这项代志重要部分是，因若是有法度听到我讲啥，就有法度把这个罗马里写出来，安尼因就有能力去查字典。因若法度去查，安尼就我感觉这个安尼就够啊。啊，这个汉字安怎写，我感觉迄无重要，因为。我家己嘛无啥会晓写，因为我嘛是拍字嘛吼，所以我认为讲会晓罗马字是较重要啊。这个汉字我就感觉无遐尼重要，所以我袂考因家己汉字安怎写，所以这是其中考的部分。啊，期末考就是像安尼，吼，我就是共款啊，叫啥物名，倒一个学校，这共款我拢搁考一遍，啊，共款嘛是有人袂晓吼。啊，选择题部分我有几啊款啊吼，比如讲，头一个我会问讲，某一个星表吼，这是一款天文学内底用得到的一个星表嘛吼，我讲这个星表内底无包括倒一款天体吼，这就是完全是天文的问题嘛吼。啊，毋过因为这个就是拢是名词尔，所以我就拢囥罗马字啊，所以因都爱。读得出来，啊，读得出来就知影，因为这我若囥汉字，你就免考啊，因看汉字就知影答案啦吼，所以我就
就拢放即个罗马里。啊，过来第二条就是我拄仔讲即个 keyword 的部分，我就会变做罗马里。所以，譬如讲，我问讲，若是愈我银行的中心，啥物物件的分布都会愈值钱。所以因都爱知影嘛，啥物即个分布是啥物状况，安尼因才有法度选出即个正确的答案。所以这就是期末考的方式。我另外阁有其他的，比如讲画图的画图迄就可能甲即个就是应该讲画图的部分，可能就是因说明的要安怎说明，其实用华语写嘛无要紧啦，因为主要我是咧考天文毋过只是讲即个题目的部分，我会拢用台文写安尼。这个是期中考甲期末考的分数啦。开始一寡人的分数嘛是足低啦，有的人另外有30-40分的毋过其实我有互因足侪机会，就是因为基本上这门课我是希望大家来会使学到天文嘛，学到台语嘛，所以我其实无希望讲拢甲因排掉嘛，所以这个人我会想办法互因，譬如讲搁交一寡作业，也是用别方式来补啦，所以基本上就是学生若是拢有来上课，有来参与这个讨论，因为逐礼拜拢有讨论有起来讲，安尼落尾的分数应该是拢会过。毋过有一寡人就放弃，放弃我就无法度，所以嘛是有几个人就无过安尼。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啦落尾就是我有鼓励啦这个就毋是大家拢爱做，我有鼓励学生，我讲恁若是有兴趣，恁会使我互恁5分钟，一个人5分钟的时间，恁会使起来讲看讲啥物主题，就是科学的主题袂使讲文学，还是讲就是一定爱科学的内容安尼所以我就讲恁会使看，比如讲你家己较有兴趣的主题，还是讲你即摆咧修的啥物课，你有想要甲大家介绍无就互恁5分钟的时间，你会使起来讲。所以这个就是差不多有1/3的学生，因就讲因要报告，所以这就是无共款的主题嘛这个主题就包括环保啦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电脑、心理、大气、农业、地质、天文就是这都是学生家己拣的主题啦，我拢无甲因限制安尼差不多若是讲有其实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学生讲超过5分钟。所以就是我是迄节课，我是足感动的，就是看到讲大家有遮侪人会使有法度用全台语的报告安尼。我互大家看即个小可看一下即个上课的，毋过我毋知有声无，试看觅。我其实有声嘿，即个敢有声？有声无？我即马无听着呢。你迄个你分享的时阵，你爱 share 你家己 computer 的 audio， 你迄个爱拍 check mark。你敢会使停止分享？你甲迄个先拍 check mark。我都无即个选项。你讲伫上顶面是伫遐顶面，伊讲 share 你 computer 的迄个 audio，share computer audio。optimize。嘛会使选 optimize， 就是讲第三样就是 optimize for motion and video。会当安尼啦，你先甲影片的网链看要送互我，还是送互小阮才来互阮这边来放送看觅。好啊。你会使搭伫迄个 chat room 迄个拜托迄个王博士来放。好来。我收到啊，即摆等候我甲开，我的电脑无法用，稍等一下。
是哈。我先等一下。我搁试看卖。无够作用的足紧。啊，毋过伫咱即个身体内底，有啊，这回有啊。无伤多，所以可能会晓人人。所以动物甲动物之间可能无一定有啥物交作用吼。所以这意思讲，身体甲身体之间的距离，甲伊身体大细相比，毋是介远啊吼。啊，定定是有一寡交互作用。啊，毋过若是讲两个班的人，有交互作用，其实你这条线甲迄个班的这条线无一定会相落。这是要讲这个，所以这个是讲，若是今仔日有两个身体之间有互相的交互作用，其实咱有法度为观察看到即款现象。咱我来看一个影片，因为这个有一款影片来看可能较清楚。因为我敢若即节课有录影尔啦，其他的无。啊，即个迄阵，咱来看一支，这个无声啦，这就是咧看讲，咱实际上这个是模拟的结果啊，后面这张相片是实际上咱观测到，所以这支影片就是咧甲大家比较讲，我实际上模拟。真正会使模拟出咱实际上看到的影像。这就是真正的影像，啊，这个是模拟的。好，所以基本上就像安尼啊，我拄则有甲即个连接放伫 Chatbox 遐嘛，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家己去出来讲。啊，若无就是恁去找即个。大港一百天文图的 YouTube， 我有放伫。Black holes are among the most fascinating objects in our universe, and also the most mysterious. 就是大港一百天文图一个 YouTube， 我有放伫遮。即个因为半节课尔，差不多24分钟，大家若是有兴趣，会使去找来看呢。所以这是阮敢若迄阵敢若录即节尔吼，其他节都无录啊。好，安尼咱搁转来即个投影片的部分。我看到吼，好，安尼即摆应该有啊嘛吼。有啊有啊。好啊，所以除了就是拄则迄是上课的部分，啊，有另外其实阁有带学生去参访啦吼。毋过即个拢是学期结束了后，就是这无算分的啦。讲，因为其实本来我是无，本来是应该讲，因为我课是拜一嘛吼，啊，本来是有想讲要带因去天文馆，毋过天文馆嘛是拜一休困，所以迄阵就无法度带因去。啊，结果到学期要煞的时阵，有学生问讲，因想要去天文馆。啊，我就讲啊好，无咱就另外搁找一个时间来去，所以
即个迄阵就是学期结束了，阮搁搁另外找时间带一寡学生，啊，就是毋是全部拢有去啦，毋过就是差不多有10几个有去安尼。啊，过来就是搁有一寡学生，因有想要去参访即个中央大学罗林天文台，因为即个就爱过暝，所以迄阵就是我有问讲，看有偌济人有想要去，吼啊，因为即个都爱家己出钱吼，因为住喺面顶嘛是。阮住面顶宿舍是爱付钱的吼，所以就是阁有即个交通费爱家己出的，所以迄阵差不多嘛是有8个学生要做伙去哩，所以迄阵就有带因去即个罗林天文台，伫遐住一暝安尼。吼这就是一寡学生的意见，然后我请因互我一寡建议，然后我问讲恁看有啥物想法啦吼，所以有一寡人就讲，因感觉即个科普的发表拢真新实，大家拢讲无共款的物件吼。嘛有学生认为讲，这是一款，就是可能以前较无人安尼做啦吼，所以就对伊来讲，就感觉讲安尼足新实的。而且因为我拢袂甲因限制啦吼，我是希望因会使用因的想象力，就是做一寡。我希望看到一寡我无想过的物件，所以我就希望讲看因，不管是想到啥物，拢会使起来讲，就是只要是甲天文有关系、甲科学有关系，拢会使。因嘛拢就爱即个讨论的部分，就是即个小组讨论，因嘛感觉对因来讲，因嘛就爱安尼吼，所以即个嘛是。加拿大天文台翻译做台语的。落尾就是这是另外一摆的采访。台开台语天文课，吸引到无共学校、无共学系学生来选修，做伙用台语学天文，用天文学台语。即个距离，离咱愈远，离开咱的速度就愈近。所以这之间有一个关系。用台语讲天文学，连导演出来 PPT 嘛，拢是台文。天文学家蔡安利这学期伫台师大地球科学系开台语天文课，用台语教天文，用天文教台语。老大我是来讲台语，所以虽然我学过天文那人个因若甲我问即天文关系的代志，会用台语甲因讲，应该听有。授课的若有地球科学系，嘛有别系学生做伙来听，学期落尾报告科学相关的主题。我会晓写迄叫啥？罗马字安尼，我顶届我拢毋知是啥安尼，对啊，即摆计会晓学迄罗马字安怎写安尼。有一寡专业名词，就是老师咧念我就会听无讲啊，老师咧讲啥物，就爱去真少甲看详细讲伊到底是咧写啥，然后搁去查讲伊到底是啥物物件。这学期台师大有奖励老师用母语授课。一直咧将 NASA 天文图翻译做台文的蔡安利是受地球科学系邀请来开课。那毋是因为我有咧做翻译，逐工咧甲遮个天文名词翻做台语，我感觉这无可能开起来，因为遮名词拢爱想。蔡安利表示，天文是伊的专业，台语是伊关心的母语，望两项结合了后，会当互母语继续拓起无共的专业领域。记者林世豪曾派文台北报道。对，这就是因为这就是迄个拄啊好有公司来采访，我就应该讲学生伊咧上台报告嘛，公司我就互应该讲因来采访的迄摆拄啊好，我要互学生上台报告，所以因就有翕一寡影像所以这个是搁落尾这个课煞了后，有2个学生因讲想要继续做专题，所以我就是后学期我就有。带2个学生继续做一个专题，因做的这个专题是讲要写一个会使学天文嘛，会使学台语的手机app。迄阵有一个应该讲，伊做到一个阶段，迄个时间差不多拄啊好是师大地球科学系，因为一个 open house， 就是 open house， 伊就是互就是要甲大家讲阮即个系是咧创啥。因为地科系有足侪无共款的领域嘛所以天文只是其中一部分尔所以阮就有一个所在互学生去应该讲介绍互来参访的遮个人讲
互因来耍即个游戏，耍天文的游戏，耍台语的游戏安尼，所以这算是全地一个成果啦吼。所以这就是课上了后，拄则迄个选修课了后的后学期，就是阁有2个学生因继续做即个相关的主题安尼。嘿，请讲。想要甲观众朋友斗补充一下啦，吼，咱地球科学系讲有过来的灵性，敢会当甲咱讲有倒几个？我即摆想着讲，应当有天文学，有大气科学，地质，海洋吼，阁有其实四大地科系，阁有一个是科学教育。了解。对，所以有差不多5个嘛。5个领域。领域。阮天文就是阮除了即个，阁有参观。我讲迄个活动啦吼，就是即个 open house， 阮阁有参观天文台，所以伫顶安尼。所以即个是 open house 的部分。即个就是最近我甲即个镜新闻的合作，就是逐礼拜会讲差不多3分钟的天文的主题啦吼。看拄好即礼拜就是上新的，到今仔日上新的是咧讲极光安尼嘿，就拄则已经有放互大家看。目前有18集，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找即个放送的 list 来看。共款我共款其实嘛有放伫即个拄则我迄个基本上就即个啦吼，放送大家家己去找来看。即个 QR code， 若无就是拄则我讲迄个逐工一百天都 YouTube 内底，我嘛是有甲即个放送的 list 放伫遐。好，所以我的结论，这是咧说吼，就是我甲天文甲台语2项代志夹起来做，当然是希望两边的人拢会使摕到好处嘛吼。因为若是敢若一边的人摕到好处，安尼我就会做袂落去吼。因为爱两边的人拢甲我支持，我才有法度一个时间做2项代志嘛吼。所以我会使互毋捌接触天文的人来学天文嘛吼，因为毕竟这是我的专业嘛吼。而且就是希望讲即个台语的使用范围会使愈来愈宽吼，毋是讲敢若限制伫咱即马可能敢若看到文学的是历史的方面，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讲，你今仔要救一个语言，你应该讲无共款领域的人，大家做伙来救嘛。你若是讲大家，你若讲若是敢若文学的历史的人，感觉讲即个是因的代志，若读科学的人认为讲这都无因的代志，安尼要救即个语言就会较困难嘛吼。所以我想讲就是，若是会使揪较侪科学这边的人来做伙做，安尼应该是较有效率啦吼。而且就是因为安尼讲就是讲，你问即个日本人，伊会使用日本话讲天文嘛吼？你问法国人，伊会使用法国话讲天文。你讲台语袂使讲天文，安尼就足奇怪嘛吼。所以应该是一个语言，伊的使用应该是无限制讲我敢若伫倒一个范围咧用，应该是所有范围拢会使用。这是我的想法安尼。好，煞，感谢大家。谢安利教授。那安尼吼，我刷落来就是讨论嘛。即个讨论我想要安尼，就是我先来。有人举手。有人举手，毋过歹势，我想要先来。我伊介想去囥诶，头拄我看一个举手，叫 C 狗，即摆已经去囥诶，我毋知影啥呐。毋对，我是咧拍扑啊，伊咧毋对去。原来是安尼，拍扑啊，结果举着手啦，吼。好，我想要安尼啦，就是我先来问，我问一个问题了后，大家会当继续讨论。若有时间，我会当搁问第2个问题安尼。我头先想要问的，就是讲，咱台湾即马的高等教育，也就是即个大学的，甚至是研究所，对
想要讲台语的老师甲学生有啥物款的支持？这是我头一个问题。你咧问我吼？对啊。我会使讲我知影的部分，可能知影嘛，毋是全部。我知影师大算是足支持老师做即件代志，因为我有看到讲台迄边因咧推广即个母语，应该讲用母语上课因的政策，其实是希望讲会使创一个敢若是一个什物模组啦，因我讲什物模组，因讲要创一个模组，就是讲即个模组内底爱有即个课、即个课、即个课吼，安尼做伙互相，就是可能因为应该是讲师大伊咧开即门课，学校无咧管理啦，你要开你就开，无啥物限制，就是你老师你有材料你就开始教。啊，毋过台迄边敢若是讲你爱符合啥物款的条件，啊，你爱有啥物课、甲啥物课、甲啥物课。加起来做伙开才会使。我听到的是安尼，啊，毋过因为这可能爱问台迄边的人较知影，啊，毋过师大这边就无这个限制，就是老师有法度，你就有材料，你就开嘛。所以师大这边算是足支持。啊，我嘛有甲这个教务长讲过电话，伊是真正，我甲伊讲电话，我感觉伊是真正足支持老师咧做这件代志。真正咧推送嘿，台迄边我都毋知啊，无接触我咯，较无了解。那遮若有台会当来甲咱补充，啊，毋过我头一个想要佮继续问落，就是拄则嘛问着讲，那准讲是学生呢？对学生敢有支持？因为我开始都有讲，你听有才来，你听无就免来。因为这毋是台语课啊，我讲这个是中文课。我换一个问法好啊，就是比论讲台师大伊，就用地球科学系来讲，研究所的学生拢爱做专题报告，敢是？就是研究所的学生拢爱报专题演讲。对，啊，毋过这袂限制讲你，应该安尼讲，因为吼，你讲地球科学系，因为主要我是天文组的啦，别组的我都毋知。啊，因为天文这个学问是，应该讲这个研究的方式，其实是阮爱用，应该讲阮这个国际合作是足事上，所以其实英语才是上重要。了解。嘿，所以你讲报告，基本上可能会是用英语报告，可能，除非讲这个 group 内底，拢是台湾人，啊，毋过，我想问的问题，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讲，若有一个学生，伊即马想要用台语来报伊的专题讨论、专题报告。安尼，咱敢有办法支持伊即个做法？对，我爱讲的是伫天文内底的语言其实是英语。对。因为阮有足侪国际学生。为着台卡的国际学生来讲英语。因为天文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研究，因为譬如讲，阮要用望远镜。阮爱用的拢毋是台湾家己的嘛，阮拢爱用世界无共款国家的望远镜，啊，阮爱写一寡计划去称即个观测的时间，所以天文的语言其实是英语，所以大部分专题讨论拢大部分是英语啊。英语对，其实连华语拢无一定有。了解。所以我感觉讲，这嘛是一个原因。是安怎天文界人袂反对我做这件代志。嘿，就是因为语言本来就是用的是英语，本来就毋是用华语啊。了解。所以华语袂去，应该讲
袂有华语甲台语去相钱的即款状况出现。嘿，因为伫一般可能别个学问内底可能主要讨论的语言是华语嘛，安尼若是讲有台语要用台语，可能就会出现你拄则讲的遐个问题。毋过因为天文袂有即款现象。了解。嘿。那安尼即题我嘛开放互大家，若有想法会当来回答啦，就是讲，若准讲今仔日有一个学生，伊要用台语来报伊的专题讨论。以研究生来讲，或者是无一定是研究生，反正是大学生的即个基本报告。即门课反正即门课毋是指明讲是用台语的课，也毋过即个学生若准讲想要用台语，咱敢会甲支持？咱敢有一寡方法会当来甲支持？毋是即摆毋是针对即个川李教授啊，就是大家若有想法会当来。看到张学谦教授举手。我补充者吼，就是讲，支持的部分吼，我想对学生来讲就是分数啦。我差不多20当前吼，来教册吼，我去甲因教一个说话课，我同学生讲吼，你若用你的母语来讲故事吼，你拢90分以上安尼啦，就是互伊较悬安尼啦，所以我想这是一款支持。另外一款迄个开创因使用即个母语的即个空间，就是吼，我甲因讲，这我是甲迄个成功大学迄个蔡美辉教授学的啦吼。伊讲有一个报告叫做用华语以外的语言来做报告的规定啦吼。我就甲学起来。即个好处就是讲吼，囡仔吼伊就会当用伊的母语去报告，所以有人用台湾族语，有人用即个台语，有人用客语。因为我会讲吼，恁会当投影片用华语，但是你口语用你的华语以外语言，所以伊听无来讲，同少看有啦，我想这是一个做法，嘛足简单的，这个好处是讲吼，每一个人伊会晓语言吼，应该使用。嘛应该得到即个奖赏，就是讲你会当我分数，我会当讲华语嘛，会讲其他语言嘛，应该爱受到尊重，才会当使用嘛，所以我感觉这是同利便的，而且吼，你嘛当看着，咱用华语的字幕来讲台语，其实嘛是足方便的啦，这意思是讲吼，咱的双语吼，有当时也是单语的，就是讲你即马要讲专英语吼，介先讲咱其他语言咱拢袂晓，其实咱会晓，所以我即马的主张是讲吼，叫做德高到菜刀啦吼。我讲吼，咱毋是一种语言，咱是多种语言的人，所以我老师你也听有，同学嘛听有，咱就会晓拢三来答，意思即个好处伫倒位，就是讲，咱有诶物件，咱暂时咱讲袂出来，就算华语嘛无，咱可能英语少，还是讲咱家己台语去发明一个，我诶想法就是讲吼，即个多种语言诶即个资源吼，爱来运用，但是即个物件袂自然发生，就是讲你规定华语袂当用，其实是一款自由，即个自由用其他语言，伊就变做会当选啦，我想吼，即学校还是课堂上的即个语言的选用吼，会当扫过讲用华语以外语言来做报告。迄个时阵吼，我的学生咧报告会用英语，毋是用英语好，伊就比较本土语言啦，伊就用英语，这是安尼，讲者互大家参考，以上。我拄则讲，我有带即个学生做专题嘛所以我家己有法度做的部分，就是阮咧 meeting 的时阵，就是讲台语。
迄就是我家己有法度做的部分，啊，你其他的，其他的就可能较袂拄着即款状况啦，因为天文就是大家拢咧讲英语。来，我看拄则看到一个 Eleanor 也唱，你会当家己开麦来讲话。我敢会使讲话？你讲。我是非常感动啦，吼！即个咱即个教授蔡教授所做的一切，我非常感动吼。我即马是已经老壳壳啊啦吼。阮古早捌伫同乡会，即个家少同乡会吼，有办台语学校啦吼。我有教过台语班啊，普通是拜六时啊囡仔来上课吼，拢是互爸母压来的啦吼，所以无讲足情愿，因为因拜六会当去佚佗，哪会当来读台语吼？因拢无讲足爱来啊。然后逐学期拢有新的学生入来，所以迄个教材袂当用相像的啦吼。迄个因为是同乡会办的，我也袂使用圣经，也袂使用圣诗背的字吼。因为你若会当用圣诗圣经的材料，迄是足丰富的，讲也免阁变吼。所以我到尾，因为逐学期拢有新的学生，拢有 drop out 吼。因为囡仔毋是足情愿要来嘛吼，所以我嘛互因翻译迄个什么货，翻译迄个美国足侪卡通吼，迄个笑话吼，迄因真有趣味咧，真歹翻咧，因为美国笑话要哪翻做台湾话，迄真正足歹翻。然后有一个 summer 吼，就是讲有 high school 的人也来啦吼。所以我有编一个台语剧互因演吼，因敢若一个 summer 吼，演甲足成功哦吼。我迄个台语剧也做乞食状元才啦，可能有伫台湾通讯顶过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蔡教授即个 effort 吼，真值得咱大家甲伊鼓掌鼓励吼。我真望看到讲。其他的专业嘛会当慢慢吼，甲伊原来来 copy 即个蔡教授的模式吼，安尼可能咱的台文吼，台语会当较迄落，会当促进啦吼。我是前礼拜较开始来听恁一个讲座啦吼，听着讲有人要用台语教天文吼，非常的好现吼。非常的兴奋，所以我是伫加州，所以阮是即马是7点，就讲恁的时间是7点开始吼，所以阮有较早，总是我真欢喜真感谢嘛会当摕恁这敢有录影吼，嘛会当摕到恁的 link 吼，有录影吼，恁敢有录影？你是有啦，有录影，你是住伫洛杉矶是无？我伫San Francisco Bay Area。你伫北加州 ，OK 好。我咧讲的台语校是北加州，阮大概办3、4档囡仔就渐渐无去啊，所以我也是还慢教啦吼。不过一丝经验，甲大家分享安尼。好，多谢。阮甲link寄互你啦吼。其实我知影北加州嘛有其他的台语课，我知影即马有其他的，我知。台湾会馆嘛是有一寡其他的啦吼。我主要是用白话字啦吼。我较惯是用白话字啦。因有请迄个台湾迄个一个叫做黑米吼，伊个教真好嘿。我想要问蔡教授吼，因为我感觉蔡教授伊的年岁应该是算做较少年一辈。我知影讲吼，迄个国民政府吼，伊的华语政策真成功，所以像你这个年岁，我相信大部分拢是讲华语较济。你家己本身你的白话字是伫倒位学的？是安怎学着的？
我上开始其实应该是阮朋友有咧学，朋友咧学啊，所以伊有咧推扫，所以我迄阵还是学生咧做学生的时阵，朋友有咧推扫啊，我有小可对咧学一时啊。啊，毋过迄阵就是学了我就囥咧，就无搁练啊啦吼。啊，落尾搁甲练起来是因为为着要，因为我拄则讲要做迄个 NASA 的翻译嘛吼。啊 ，NASA 翻译写出来物件是要互人看，啊，我想讲要互人看物件爱是正确的，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先去考即个台语的检定，啊，所以迄阵就才开始练，安尼相当高，相当高。对啊，尤其即马台湾有即个台语的认证考试吼，所以我感觉足侪人经过即个系统学会晓台语文吼。我即马有看到伊住伫英国的柯秀金举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柯秀金，住伫头拄仔迄个 Anna 大姊伊，我听着伊讲着讲，希望会使伫较侪行业是咧，较侪行业会有台语。啊，我本身是护士，本身是护士，我就想着讲，我嘛足希望台湾的护士因的台语会较好，因为台湾大部分的病人足侪拢讲台语，啊，即摆医生无像较早遐个老医生，因的台语拢改练转，但是即摆的少年医生改成较无法度，较袂练转，嘿，较袂练转，有当时啊，搁无啥，搁毋知影要安怎去表达，要安怎去讲。啊，我就想着讲，准讲伫护理，我想我过年会转去，啊，我也转去，我拢会转去母校，甲因分享我伫英国的生活，啊，搁我遮的上班做护士的生活，我想我会答迄个主任建议这，真正我感觉有。会晓讲台语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咧照顾人的时阵，你爱解说互清楚，因为一定艰苦啊，所以你若无解说清楚，解说清楚有迄个讲袂好的时阵，因搁愈烦恼，嘿，所以安尼大姊，嘿，你的想法我真同意，嘿，对。我知影吼，台湾的医学院吼开台语课的是不止遐济啦。迄个成功大学的医学院，伫我要离开30当前，因就已经有台语课啊。啊，即摆我相信，迄个高医的嘛拢有，所以我相信足济迄个医学院是拢有开台语课啦。啊，即摆我有看到迄个有一位曾先生举手，啊，搁有一位苏神。我有话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讲即个医学台语的部分，我想要提醒的是，大家莫伤乐观，因为我有听过一款讲法，就是讲，应该嘛毋知是倒，我袂记是倒位看到，就是有医师啦吼，伊咧讲，其实即马老大人大部分，因为拢是即个。国语政策下面大汉的，就是国语政策到即马嘛，应该70档啊嘛，所以即马老大人70岁以下的，基本上拢会晓讲华语，所以袂晓台语嘛无要紧。我有听过即款讲法，啊，我是想讲，有一寡人的想法，就是认为讲，差不多可能过10档，就无需要学台语。医学台语都无需要学，这是我听过一款讲法，所以我想要甲大家讲，就是毋通伤乐观，因为有一个人是安尼想的。对啦，所以其实咱就要有迄个危机意识啦。可能10档我毋知影有10档无，可能无因为因安尼讲，咱搁较需要有危机意识对，
对，我意佫较思就是讲，需要伫逐科去推行，就你即个模式。就是对啦，我意思就是是讲，即件代志大家爱知影，而且袂使讲出去，就是爱互大家毋知影即件代志的，毋知影即件代志，应该讲，应该是讲关心台语的人爱知影即件代志足严重的。啊，毋过对外袂使去做伤侪宣传，无一寡人就会认为讲，非除搁过5冬、10冬，咱就无需要即个语言，因就搁无想要去学啊。对啦，就毋我是是，这意思。就是咱袂当讲为着老大人要来讲台语，咱讲台语是为着家己。哦，这是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啊，讲着，歹势，有几个人举手啊，举手吼，我迄个阿我想要兄，搁加讲寡嘿。无要紧，你遐顶加讲寡无要紧，但是即摆有3个人举手吼，咱敢要互因3个人吼，一群问了，啊，拜托迄个安妮教授做一回回答，因为即摆已经伫台湾伫要超过12点嘛，啊，所以你互因记起来，奇怪，即摆一个空落，即摆剩2个人，啊嘛是会当请阿兄补充啦，吼，像好啦，互因2个先问了，嘿，Susan 甲 MFW， 我毋知影 MFW 是啥物人。我会当讲吼，Susan，我是 Susan，我的兄哥是88岁啦，啊，伊还搁咧看患者，啊，我前礼拜啦有听伊讲，有人要来甲伊访问，问伊一寡做医学上的台湾话的用词，要安怎讲？有人要来甲访问。啊，我详细毋知影，我敢若有听到伊讲安尼，可能我用今仔日较搁甲问较详细。知影就是讲有一群人大概咧认真要保持台语医学上的用词的款。好，多谢你来即摆这补充。 MFW，请你。好，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拄啊，你有讲到讲天文学会当用台语来做，无拄着啥物较大的障碍，是因为讲，伊本着伫台语甲华语都拢无天文学的物件。啊，我拄啊看你的迄个上课的过程啊，我感觉看起来，因为天文学伊需要用足济图，所以所以讲，因为用图即个物件呢，伊就较无受到语言的限制，就较少安尼，这是一个原因。啊，我第2个问题就是，拄啊我听你咧讲的迄种上课，你对学生的要求啊，即个罗马字的部分哦，你的要求吼是比其他的老师搁较侪吼，大部分用迄种，比如用英语来上课的老师，伊可能伊对学生的要求呢是伊知识的吸收，毋是对语言的掌握。吼，就讲大部分用英语上课的人，伊的重点是伫知识，较少是伫语言的部分。啊，毋过呢，在你即个课呢，台语有若是一个足重要部分，吼，语言还是有若足重要，吼，尤其是罗马字。啊，毋过看起来，我感觉你做了诚成功。啊，你感觉你会当做甲遮成功呢？是因为讲，我想到有3个物件。啊，我想要请你家己讲看嘛，讲倒一个是上个重要。第一是因为学生甲你对台语的热情，还是因为讲因对天文的兴趣，还是讲因为你的教学的方法？第3个一定毋是嘛，因为这头去年才开始开尔嘛吼。我感觉应该是因为这两个学问结合是大家较想袂到的，所以大家有兴趣想要知影讲这课到底是安怎上。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因为大家对这较好兴，感觉这是一个较神奇的想法。对，因为你若是，因为我的课叫台语天文学袂，就是天文比重较重，啊，毋过
台语的比重嘛袂轻嘛。对啊，因为我是希望因真正有学着，会使学着罗马字啦。啊，毋过这罗马字，因为是安怎要学罗马字？因为我咧讲的物件拢是新的词，拢是毋是字典查会着的物件。啊，我若是无先甲因讲这个名词是啥物，安尼后面我咧讲课的时阵，因会听无。所以头前爱先教，我想要头前有3礼拜拢咧教天文学的名词，毋过是顺续爱因学即个罗马字。安尼，咱拄则搁一个举手是装艺馆。老师你好吼。歹势啊，你敢会当讲迄个图的部分？图天文学的图。图天文内底有是因为有足侪图，所以较好了解。我感觉可能嘛，无你啊甲啥物比？因为别个学问，你讲敢无图？你讲甲数学啊，还是甲数学嘛是有化学？图啊，数学嘛是有图啊。数学较侪数字。哦，我因为我上课袂考方程式啦，嘿，我袂考伤侪算的物件，因为主要即个课是甲即个程度啦吼，即个天文的程度差不多是通识的程度，所以即个是概念性的物件较侪，就是对天文爱有概念，就是上课上了爱知影一寡天文的基本的知识。应该讲上课的过程，呢，是毋是一直拢爱用足侪图？因为天文确实有足侪图。啊，毋过你讲是毋是因为伊有足侪图，我安尼你就爱去找讲，别个学科无法度教，是毋是因为伊无图？对，因为你若是你安尼无安尼，我嘛无法度回答嘛，就是咱可能爱有一个比较，才有法度回答即个问题。而且拄则李教授的意思，敢是讲，这是因为你即门课教的物件，还佫算较浅的。对。若是较深的物件，反正就是一堆方程式，规个黑板拢是数字啊，规个黑板拢是算式啊。你著微积分啊，像对啊，微积规个黑板分拢是微积分，那安尼敢也有即个有图的话，即个好处，反正嘛无一定啊，对无？对，好啦，我感觉这确实即马真好讨论，因为咱即马欠一个比较的物件啦。对啊，因为即马可能也有想一寡物件，咱才有法度讨论嘛。因为比如讲，这就是甲有当时啊，有人咧问我讲是安怎，我有法度做。我讲一个代志啊，就讲我差8月初的时阵，我去日本参加一个天文的国际会议嘛吼。伊即个是一个足大的会议，啊伊有足侪 session 共一个时间咧进行吼。啊，其中当然就是科学的嘛吼，足侪科学，啊，佫有一个是教育的天文教育的。啊，我就去报告吼，讲我即马伫台湾用台语咧教天文。遮物件吼，而且我甲因讲，就是讲，这其实甲咱想要，应该讲，咱台湾即马有即个语言要消失即个问题出现嘛吼，所以我就咧讲我安怎做即个教育部分。啊，其实世界各个人拢对我咧做诶代志拢感觉足趣味诶吼，所以因为其实大家拢咧做，应该讲，大家其实拢咧做翻译，甲即个英语诶专有名词翻做因诶语言。啊，差别是讲，因翻的因家己要用的语言是活的，啊，我翻的这是要死啊，所以差伫遮，所以是安怎？因对我咧做的代志感觉足趣味，就是因为，这就是嘛是共款咧救，就是要搁加做一项工课是咧救这个语言嘛。啊，因为伫应该是讲，就是咧看讲别个国家因咧做。共款咧做即个教育的时阵，其实，应该讲学习的即个过程，其实大家拢足重视实际上，比如讲有一寡较抽象的物件，咱爱安怎甲用，比如讲图吼，还是讲一个模型来解说。
就是即个应该是我咧想着讲，不管是倒一款的学问，应该是若是会使用较具体的物件来解说，应该拢会较好理解。所以，我毋知影即个敢无法度。所以这无一定是天文学的优势的意思啦。嘿嘿，我想应该是安尼。对啦，我咧想嘛是安尼。咱搁有最后迄个曾先生举手，咱最后一个问题好无？曾先生。感谢老师吼。迄个其实迄时阵啊，我对这活动啊，佮有迄个虫洞啊，佮有这创活时间这件代志，其实自细汉就足趣味。咱拢看小叮当嘛，对无？啊，结果因为阮做文史的，所以阮对如果有一天会当创活时空，阮会当转去历史的现场，看到底是真正是毋是安尼？即件代等于500年前啊，2000年前，即件代志我是，所以我一直拢有在关注着即件，迄个就是天文学关于迄个就是活动即个物件的一寡小解吼。啊，其实迄个嘛一寡物件互大家分享一下台湾即摆情状况。其实我就我所在在接触台湾伫台湾的情形，其实像咧台语即件代志专科目，其实有像我对面拍安尼，其实像咧医学啊、数学啊。啊，佮有汽修科，我家己所知啊，佮护理科，因即摆敢若拢有专门，因为因有需要，所以拢有开即类的课程。包括咱山顶，我记得有一个吴志宏老师伫高雄遮，伊直讲足有名，伊就拢教地球科学，啊，佮有地质学、数学啊，有诶无诶，拢差不多拢是用台语教诶。所以我感觉迄个其实，台湾目前即几年诶教育现场，其实有诚侪无共款诶物件。然后写作诶题材嘛，介侪。嘛，甲一先辈就是对咱迄个安尼老师，佮有足侪人会骹步在甲即部分的专业知识在用。譬如讲，我记得台湾正线最新的上新的一期有一个叫王宗宪，王老师伊就写关于用台语写活动甲迄个活动即件代志的文章，一篇科普的文章吼。啊，就我所知影，即马的迄个就是讲安尼老师用的物件，可能就是大学的一寡较专业的物件，啊，毋过。我记得即马教育部因为即阵啊，就是讲有改用做国中甲高中有必修课的台语课，所以其实因为着要培养迄个浸水式的教育，对无？我记得迄阵中教大有带一群学者甲学生，甲国中甲国小的专业名词，全部拢翻做，拢翻做台语的对照表。所以譬如讲咱的地质学，比如讲断层啊，啥物逆断层。迄类的物件，我记得敢若拢有全部的迄个对照词拢出来，国中国小拢有啊，高中即马敢若搁在做，所以这是我目前知影讲，因为我嘛有去参观过因就是浸水式的教育啦，因用汽修科爱用台语咧教迄个高级的课程啦，确实伫迄个台语的比例顶面对无，差不多讲有80%，啊有一寡专业人士无法度讲的时阵，因就会用华语讲。啊，毋过因解说的时阵，原则上全部拢用台语，就迄逻辑安怎杀甲有诶无诶。啊，拄则嘛讲着讲，因咧上课对无？免惊台语袂通，因为大部分教课教了好诶老师对无？拢即马教学现场拢足侪图，就是因诶话，包括阮迄时阵在学法律啦，我嘛会画关系图啊，所以即马教学诶现场着应该。多枪，迄是教学诶基卡诶物件一部分啦吼。啊，我要问迄个，所以这是台湾目前阮所知影伫教育现场规个教育阶段诶状况。啊，做这个状况，我就要问迄个安妮老师帮我回答一个问题者，因为我所知影即马就是国中甲高中，虽然无讲语言意识有提悬，啊，毋过当然囡仔诶语言环境是愈来愈无好，啊，毋过其实就是有学校诶正式教育诶现场有在处理，但是大学啊。阮确实感觉着讲，大学即个断层，即台语的断层，真正是较严重诶。所以有听着讲老师甲几个，就讲有几个老师伫迄个，包括安妮老师伫大学特别用，真正足认真。除了台语系甲台文系以外，阁有其他系咧推测，就是专业科目用台语教即件代志。互阮感觉就讲，所以我根本迄个安妮老师，就是我诶偶像嘛，我就是讲。做迄个足介意你诶物件，拢咧看你诶物件，所以我想要问讲，老师你敢有就讲就你即几年诶试验内底，你感觉伫大学内底迄个专业科目甲台语断层，惊个无就是讲即个物件，你有啥物想法？或者讲未来咱要安怎推测，政策上会当安怎用？阮有机会，我嘛当，阮地方团体嘛当出寡力安尼，较麻烦迄个就是安妮老师吼。其实我才教一档尔呢。你若讲大学即边，
我是感觉学校爱支持啦，像譬如讲师大教务长伊是有支持嘛吼。其实因为伊即摆，因为我之前甲伊讨论啊，伊嘛是希望讲阮会使写即个教材，所以即个嘛是有咧拍拼的部分。大校会使做啥物？我感觉，因为吼，我知影就是有当时咱，应该是讲，因为我即摆我咧做台语天文是我家己一个人咧做嘛，一个人做好处就是我家己决定就好啊。毋过嘛是会出足侪问题嘛，有当时可能我翻的物件无一定是上好的嘛。毋过就是先做，就是先做有一项物件出来，以后若是有人有别款的想法，再有法度讨论嘛。因为你无物件无法度讨论嘛吼。别个学科。我的想法就是讲，譬如讲王兴博士，你嘛有咧做一寡大气这方面的物件同款就是有人先做先甲物件做出来，落尾后面若是讲阁有别个人对即个同款即个学问有兴趣的，则阁做伙来讨论。我是认为头一项代志是爱有人先做，落尾才有法度。看要做到什么程度嘛？因为若是你物件拢无出来，你要开课根本就无可能。我想要补充一个，其实就是我拄则想要继续补充的物件。咱头先爱有人做，也毋过头先有人做的即个时阵，咱要安怎甲因支持？我先讲我的经验，我硕士班的时阵。就是我拄则问的问题，专题讨论。我是安尼问，就是因为我硕士班的时阵，专业即个研究所的即个专题讨论的迄个演讲，我就是用台语去讲。我迄当阵就是算较爱冲啦，较爱去甲即个体制做冲撞安尼。我就是嘛，我的指导教授同意我用台语。然后我就是对全台气科学系的即个学生甲教授是用台语去做专题演讲，讲我家己的研究。毋过迄当阵，就是有一个教授听到我一个开场讲台语，伊怎啊就是徛起来为正门离开安尼。我咧想，迄当阵若准讲我的指导教授是即个听到台语随要离开的即个教授，是毋是我就根本做袂落去啊？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讲，咱敢有一寡制度会当保护即款，就是想要讲台语的即我有一个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啦，就是。大气科学内底恁的 paper 是有华文的哟？真少，大部分拢英文。就因为天文 paper 基本上拢是英文，所以拄则讲，阮其实袂拄着讲要用中文讨论。对啦，即摆是无一定在讲。我即摆咧问题嘛毋是咧问你啦吼，就是互大家想看觅，当咱敢有一寡制度会当保护即寡想要头一个出来做的人，譬如讲咱即摆会当讲真好运啦，就是安利教授甲我拢真好运，就是伫大师大迄边。有真侪较资深的教授，甚至是系主任，真支持你的做法。我迄当阵真好运，拄着我的指导教授愿意，互我安尼上台，就用台语来讲我家己的研究。那是毋是有可能有一寡状况是，有一寡人想要安尼做，也毋过伊是拄着一寡阻挡，有一寡阻碍伫伊的面头前，无法度渡过。那安尼咱有啥物
有啥物制度会当来甲保护安尼？其实我是感觉这足困难，因为这个 group meeting 这是足在人的。你 group meeting 就是你的 PI， 伊要安怎？你这毋是制度啊，就是 PI 伊会使家己注意啊。你若是讲要讲制度的物件，我认为你可能爱转去讲即个考试，这才是你讲制度一定是国家的力量，还是讲学校的力量爱落去嘛？你 group meeting 我是感觉这就是 PI 决定的代志，这无法度，你无法度去改。毋过就是你讲拄则开始的时阵，想有讲到，譬如讲大学毕业，因为即马大学毕业，敢若足侪学校拢规定讲，你英语爱考偌济分才会使毕业嘛吼。所以我是认为，若是讲制度面要做，就是讲，学生毕业进前一定爱，考一个本土语言。看伊要考倒一款拢会使，就是因仔拣一项。我是感觉你这才有法度讲用国家的力量去甲推塞啦。因为我是感觉 group meeting 我是感觉这个上困难，因为这个你无法度，你 PI 你敢有法度甲管？PI 是无法度甲管啦。对啊，PI 要安怎？这伊 group meeting 要啥物款的方式？这毋是你会使用制度面去甲限制。最后一个问题好无？因为我看 MTW 伊阁有野手吼，咱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即马台湾我惊都有个人伤亡，嘿。我想要讲的是，拄仔迄蔡教授伊的 PPT 顶管有讲到一位台师大的黄教授，伊伫迄经济系用台语开课嘛，我有看到伊的迄种。课纲顶管伊就有伊的课纲顶管的第一条，伊就写讲，即马有一个国家语言法的规定，讲咱会当安怎，就讲台语是咱的国家语言之一。所以讲，拄仔主持人讲的即种制度上的方法来保护想要用台语的人，若要讲，就是应该就是用即条。就讲咱就已经有即条台语是咱的国家的语言有即条法律啦，所以当然我要安尼做是绝对会使。毋过我感觉讲，可能对你来讲，你会烦恼的是，咱若坚持要安尼做，毋过其他的老师，伊心内并无认同你安尼做的时阵，可能对你来讲会食亏，因为伊变做伊来对你的评估呢，毋是用你的实力，是用你的，是因为你要选择台语的关系，伊心内感觉足无欢喜安尼，所以我感觉若用法律来争取，咱若讲迄条国家语言，应该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的想法。毋是有法度通经由海派的立法委员去立法？是啊，我是感觉立法都是拄则有人建议讲考试。毕业进前爱考一个本土语言，爱摕到一款认证。我是感觉这个是立法会使做的代志。因为英语你即马都规定讲，毕业进前爱考英语，安尼是安尼袂使规定毕业进前咱爱考一个本土语言。我是感觉这个是会使推的物件。拜托阿雄，你敢会当做一个 ending？了总讲有要留的继续。开讲的人会使留落，咱会当做一个 ending。咱就是今日真感谢传黎教授来甲咱分享讲伊伫台师大教台语的用台语教天文学，抑阁有伊用伫即个翻译NASA的逐工一个天文图的遮个工课。真感谢，嘛感谢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拢真值得咱来继续思考。那安尼，咱今仔日就讲到这。多谢蔡教授，嘛多谢咱王博士吼，伊是我特别甲伊邀请来做伙主持吼，因为伊是这方面的专家吼。迄个多谢安利教授，嘿。感谢大家。我知影你真足无闲去领奖，搁即摆台湾已经真暗嘛，真多谢嘿。感谢大家。
咱后礼拜是文学欣赏会，我毋知影贵人敢要伫遮伊也伫遮，请伊补充。伊也无伫遮，就是咱固定每个月第一礼拜就是文学欣赏会，伊即礼拜改成邀请空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贵人可能，贵人你敢伫遮？伊可能先离开，头我有伫遮，嘿，也无要紧。就是后礼拜是文学欣赏会，每个月第一礼拜，嘿。我顺续做一个宣传，就是若是伫台北的人，后礼拜不9月3号，我伫迄个台北天文馆有要讲乌洞，大家若是对乌洞有兴趣，会使来听。嘿，若是伫台北的人啦，拄则有人讲着对乌洞有兴趣，我想讲你若是伫台北，你看你要来听无？嘿。乌洞是啥物？乌洞就是